通部推出着国内旅游的补助，7月15开始，礼拜日到礼拜四，带合法的旅馆补助800块到1300块。啊，高雄市政府搁来加码甲赞落，这个礼拜日到礼拜四，搁来补助200块。啊，针对无补助的礼拜五，嘛要来补助500块。高雄的饭店嘛全力配合，搁来优待，就是要甲游客拢甲城内高雄佚佗。美人鱼伫收水池内底收水，浪漫地区各有淡薄神秘色彩。这亲像艋舺故事情景，是高雄连锁饭店杀出来表演。未来到达时间国民旅游优惠。业者乡村国民旅游商机，会员为今仔日开始，伫咧平常时大未来，佮加码补助800，等于一间房间上济2100。如果是新加入的会员呢，我们还有另外赠送高雄爱之船的船票1张。过来到另外一间，嘛是全国连锁的饭店推出带一枚食3顿、早顿、暗顿，佮有退房的中昼顿，互你交通。同时网络订房买高铁车票，佮有上少75节的优惠。餐点呢价值都超过了这2488元，等于是住宿送餐的一个概念。7、8月的住房率大概比之前呢，大概成长了2到3成。交通部7月15号开始，礼拜到礼拜四，民众去住合法的旅馆，补助800到1300，全台湾旅社拢是要抢行李。不哩个高雄市政府佮加码，礼拜到拜四补助200，等于一间房间上济补助1500。另外中央无补助的拜五加码500，但是希望你会当来高雄佚佗。疫情慢慢变好，政府为了刺激消费，推出国民旅游补助。即马高雄市政府含真侪间饭店业者拢想要抢国民旅游的商机，希望高雄的生意会当个抢滚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